公以前到1公，再1公，3公，分到1公，再1公，3公。先助理石碑前到1公，分到1公，助理晚安。坐下。前两日李副院长各位组长，各位先生大家晚安。助理晚安。真欢喜希望搁叫咱各位前人来定的，会当伫即个作业的活动，大家搁会当来共结善缘，模范的感觉讲非常的欢喜，当然咧，嘛非常的痛苦啦因为对了即个单顶来讲无法所体会的，也会使讲是非常的深刻啦，总嘛而且耽误着咱各位前在地的时间，这是无法的比较担心的。因为点样孙主笔啦就讲伊若出国去拄好叫无法的叫咱大家做伙来遮研究，无法的来当做一个学习，那因为或者才疏学浅，因为研究究竟是有限伫遮若有所言不达的所在，无法家己用分析，希望咱大家会当甲无法的做体谅。那当然对了即个单顶来讲咱不归学即个圣人册，主要就是会当去了解咱过去圣贤做出改变的，那伊在修行的过程，那伊如何来修行学着？那伫即个过程充满了着点点滴滴啦，咱当然要来学了即本的单经的，无非咱嘛就是要学着过去做出改变的，因修行的过程，咱会当去了解体会，咱要安怎去家学习，当然是学习了着伊的精神，因为伊伫修行的当中会当真正圆满，来达到了着即个究竟。那当然，咱会当照着伊的步骤来做，应该是正确的，应该是正确。那当然，伫即个所在，咱今日来学习、了解、体会，除了会当家己了解伊之外，重点咧，咱要安怎去效法着伊？因为对了伫经来讲经就是定，定就是路嘛那当然咱会当体会了解，伫伊赞叹了做出大定的，那伊在修行学道，即种超然的即个智慧，甲着伊即种恭敬的精神，拢足以互咱后世修行的人会当来做一个真好的榜样。那当然，咱会当透过了解即个研究学习，加上了，咱会当论思修，会当真正开始悟入，体会要安怎会当真正慢慢，来甲伊流露了伊万一，就是讲甲咱知影咱要安怎来学习了着伊的内在甲外露，安尼咱研究了即个经的义，当然咧，较有法度通真正流露会出来，所以讲咧，
对于了解即个经典的研究咧，会使讲真重要啦吼，嘛会使讲真重要吼。而且咧咱今仔日大家要做伙学习的。应该是伫迄个55页吼，伫迄个55页55页。那么伫这55页咧，而且或许咧，有哪大概即个本文咧，来家己读一摆。为言时为作义，发足南下，两过中间，志大夫领。五座归，数日不相同。将夷夜问法，河上小便，小闹法，别节无依法依人义。问随人传授法，灵者必至。将来低言，这个随后数百年来，欲决依法。一经俗，世当明回应。先是四品中分，性行初车，一机参顺，为众人先。汉吉回灵执下依法有这个正常法。处以表示，可得经验。灵温册风中，为明智，体度不动，乃还文。行者，我为法来，不为依赖。这个就是讲，这个咱六祖咧，那么这个受着咱五祖。那么来传授了解这个正法眼藏的的这个心法了后，那当然咧遵照了解这个五祖伊的这个交代，那么伊要来离开。那当然伊离开就是讲咱五祖咧来思考了解这个五祖，了后咧。那么伊就往即个南方，照五祖的交代，往着即个南方，来伫咧前进。那么经过2个多月呢，已经行到了即个，即个大武岭，那么呢，来到这个即个大武岭呢，那么呢。五祖归，也就是讲，伊送即个六祖咧，出来了后，五祖倒转去，那么伫即段时间，也就是讲有经过数日了后，伫即数日的当中咧，咱五祖咧，伊拢无上当啦吼，那么无上当，甲所有的弟子咧，来见面。无通常咧，应该每一天拢总是有上当吼，了解弟子咧，会当来做一个研究。所以讲咧，伫即几工内底咧，咱五祖伊都拢无上当，所以咧，大家就感觉讲非常的即个怀疑啦，怀疑。所以咧，伊个来推派了解即个代表，推派即个代表咧，来。要甲即个五祖咧，甲伊请安问好嘛一方面就是讲，奇怪，五祖遐即几工咧拢无来上当，到底是因为是身体欠安，或者是讲有其他的代志，所以咧伊无法度人上当所以讲咧，这弟子当然嘛是对伊一种的关心啦那么呢，伫即个所在呢，就是问五祖，那么呢，五祖甲伊讲白接无啦，那就是讲伊无破病，那么呢，毋过依法已经当，依法依当义，
这个依法因为依法也就是讲，伫这个历代祖师，那么伊所承受、所传的这个依法，这个依法，因为过去呢，因为这个祖位的承受，伫咱东吴祖师了后呢，那伊出来这个东土为着要当处世，所以讲呢，伊甲传这个依法。若无就是讲，因为伊这个如果是敢若传法，伊个法是无判。无判的时阵，如果来讲我着承受贵族的这个生活，但是世人无法度了解，所以毋知伫迄个时阵，这个东吴祖师呢，甲来传这个依法，传这个依法。那当然呢，伫这个所在，除了依法依自外，伊的重点敢是依法，敢是应该毋是啦，而且来讲依法，那么也个心印大法，只是讲你家己要传心法，毋过呢会当处行于所有的文人，所以讲这是咱世间人呢拢要看有的，拢要看有。因为过去真正修行的人，伊毋是第一，毋是为着福禄寿，那么伊为的是啥？为要的就是心印大法，也就是讲要安怎会当去了解、体会了着咱本来的面目，那么呢，也就是讲至善之地，要如何伫严谨的时阵，伊的自性佫会当回归倒转去到伊的本位，所以妹妹相传来，其实呢就是要找着生死的门户，这个是重点，不在于着这个依法。但是因为世间的人，伊无法度了解较济嘛，所以讲呢，唯有这个东吴祖师呢，才依着这个依法，来做这个传承的信物，代表讲，伊就是承受对一个祖师落来的这个所谓，为着要处世嘛，所以讲呢，伫迄个时阵一直传至，过去东吴落来了后，一直传到五祖，甚至五祖佫传到六祖，拢共款传的这个依法，所以讲呢，伫这个时阵五祖呢，甲伊讲呢，这个依法以人一定传往人依去，往人依去。那么伫这个所在呢，这个代表的门人就问，讲是虾米人传授互虾米人来顶来？是虾米人来得到了五祖伊的传承，伊的传承。那么呢，伫这个所在，五祖甲伊讲，仁者得智，那么仁者得智，当然伫这个所在呢，伊有相关语啦。当然，拄好当着传落来是慧能祖师，有那是一义的义。那么呢，另外一个义的定就是讲仁者，仁者就是讲，啥物人伊有够了解这个德性，有够了解这个智慧，会当去承受了解这个作为，这种的仁者。当然过去咱讲的，就是讲除了传承依法依自外呢，那么重点是要安怎承受了解这个心印大法。所以讲呢，咱来甲想过去要得到就遮尔困难，就遮尔困难，因为除非你是大智慧者，你有法度通以祖师大德会当心印心，会当真正刻入。你敢有法度通真正得到心印大法呢？你敢有难能可贵？过去要得到敢有简单？真正无简单。那么咱真呢得到感觉讲无困难，因为了就是无困难，大家自从这个物件甲当作，只不过嘛是安尼尔。虽然讲不以以为贵，伫普传的当中，当然大家袂感觉会当得到这个道的可贵，但是伫过去妹妹相传的当中呢，要会当得到心印大法的，
究竟伊阁是有规的，有了解即个地位会当承受，所以毋才伫即个所在呢，伊即个传法有两种的精髓，一种的叫做应依理说，应依理说就是所谓的心应大法，你从莲花低笑，莲花微笑，我得一笔关机，安尼的话，咱才有法度去甲体验了着祖师大德圣人伊所传授的就是心灵大法，才有法度，咱才有法度去甲了解。真有莲花微笑，那么世尊讲伊伫灵鹫山遐讲经说法，那么伊手也抱着玫瑰伫面前放动。那么伫这3000弟子的当中呢，唯有迦叶尊者，伊会当来体会即个心灵大法，伊甲破然微笑，甲破然微笑去体会着，所以讲呢，这叫做应依理说。那么伫咱这会当足简单就来得着，只要有因果书，那么呢，咱就会当得到这个，这叫做普度。所以一种是应依，一种就是普度。咱即个当得到即个道是应下了着伊的普度，咱才会当真正容易来得到。但是容易来得到，相对嘛容易去失去，敢会安尼？敢会？会啦，因为咱袂感觉过去，敢是？过去呢，要食饭粿敢有遐简单？我是想。伫细汉的时阵，就要食饭粿，过有年有有就是安尼甲人破病。进饭粿可乐死啦，足济啦，你送互伊食，你嘛不一定爱食。毋是饭粿吗？为什么即摆咱看饭粿嘛不知就怎么样？因为伊即摆物件济啊，所以咱袂感觉着伊可贵。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咱会当接受了着民主一致。严格呢，咱一定爱去甲伊探讨，爱去甲伊研究。那么呢，道甲咱每一个人，伊的即个关系，伊密切的关系是伫啥物所在？伊所讲的伫啥物所在？为什么爱得？为什么爱学？那么呢，会当利用今生今世呢，那会当得分，佫会当修持，伊达到最后呢，会当达到明心见性。这值得咱去家思考啦。所以讲你毋通得厌失去。伫简单的当中，你会简单家己流失去。所以讲呢，即点呢，咱可能大家呢，当然拢爱会当较深入去家己体会啦，较袂讲得厌失去。那安尼呢，你有得着，甲无得着，相像。那么如果测过了着即个三者脱度，会使讲是非常即个。困难啦因为咱爱上人才教育的，拄啊好看迄个片是咱庄院长伊所讲的三朝普渡的见证，拄啊好心情贵得到，咱会当伊当去见证。咱即个当去见证的，就是讲伫咱新湾山呢，有当地土地公得到，这就是新界嘛。那么伫应界。咱各位前辈应该会有去了解嘛，捌去看到。那么就是咱的前辈者呢，伊来超越伊的祖先呢。咱各位先生敢捌看过？敢捌看？有人看过超越无？敢有？拢无我看过一件，迄是原唱即个敢若是乌大厝敢若是超越因是大人的款，这超越呢，迄阵敢若请咱陈建仁那个那么呢上下呢，拢就来请迄个比较较资深较知的，那么伫遐超越的时阵呢，真正，那么呢，来呼请了着即个亡者，要来受验的经历。真正让你那一种的感觉就无共款，因为安怎讲呢？咱讲的较严定，无共款。那么超越就是讲，较属性，即个被超越的人，伊若是出世啥物
伊当下超发的时阵，伊就来结束伊的生命。啊，无伊的灵要倒转去位，伊的灵要安怎来到不当受点？哦，那么你要超发无遮简单，除非你伫修行学道咧，哦，你会当建功立业，互咱的点传师甲前人前辈才肯定讲安尼你功德有够，才会当超发咧。啊，无吼超发咧到地，不但对超发者伊的帮忙较少，而且呢影响到咱世间的人，在外的人就对啦，功德不够，功德不够，互咱甲超发的人互咱爱去防拄上，为超发了功德不够，唯有就是超发的人做代志，所以讲咧超发不遐简单，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当然伫即个人潮来讲咧，咱有去看到的，就是咱平常时度人来求道，咱会当去会当去了解到，所以讲这三德普渡，真道讲一个道真理真天人真，咱一定要去肯定，咱一定要去肯定，要安怎会当把握了遮尔好的因缘？因为昨日听庄院长咧讲的，就是讲伫国外讲到咱台湾，会使讲伊的实例足济，因为伊有去看到的，去当到的，佮甚至咱以后算通，咧普地讲咧超发，伊嘛毋知去咧出一块片段，片段伫了放出来互大家看，通常是拢差不多就是来结缘，的本文尔，拄好干那以后算通咧超发即个普地讲的时阵呢，伊有实际去看到，伊大概几秒钟的迄个片段，所以讲咧，伫即所在，咱一定爱去了解，那会当入入了解即个先天大道，即个心灵大法，然后拜山以三草普渡，其实咱要得到，那以佛法来讲，我会使讲是非常的无可的，那么呢，也就是伊普渡，咱会当得到，得到道了后，咱爱研究，为什么要搁较研究呢？因为过去是先德，先修后德，咱正是先德后修嘛。当然咱先德因宝师甲咱讲，咱来德，来求着即个道，也是咱可能去大问号。过去是先修正德，一定是肯定，差伫人文意教的，所以讲呢，伊会当承受了祖师大德的家己指示了后呢，伊会当还来把握，就是点人文意教，所以讲依法已经南下嘛那么上传灵者。那么灵讲到灵者日子，伫这个所在，大家就知影是啥人啦。因为安怎讲，伫迄个即个甲条，伫遐咧破查大对即个人总无看见，那么呢，伊嘛是叫做慧眼，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就知影讲，这就是迄个即个甲条，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为虾米，即个随和呢，数百人来呢。欲夺依法，也就是因为六祖毋捌字，佮伊是查夫佮因为讲人无人办嘛，因为佮毋捌字嘛，所以人想，这是五祖伊是头壳有问题，无较注重即个依法来传互一个较定的，所以逐个咧伊无法度去接受，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咧，就想要家己倒转来了解即个依法，因为迄阵大家看，应该讲就是啥新秀人，敢是？新秀，但是新秀伊无法讲，伫这个过程咱应该知影啦，为虾米新秀有法度去得到即个祖父，因为伊有见识，所以咱就会当去甲了解讲，会当得到适应大法，其实毋是遐尔简单的代志。上当一个教授师、新秀大师，伊无迄个地位嘛无法度，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大家为着要传袂了解即个依法咧，就会使讲数百人，一直咧约即个来做会议。那么其中有一个，即个和尚，那么咧伊的俗名咧叫做陈慧明伊过去，伊是四品的将军。伊性情比较粗糙，那么咧讲较粗线条就对啦，但是伊的体力较好，
伊做甲四品将军来讲起来呢，会使讲伊的啥呢？伊的体型应该嘛是真粗勇粗勇那么呢，伊呢，来积极参选，伊就呢，真在意，非常积极，要来找找了解这个合作就对啦，这个所在呢，要会当家己绝对倒来了解这个情况，所以讲呢，这个单位呢，因为伊骹力较好，拄仔讲伊是四品将军，骹力较好。所以讲呢，伊走伫众人的头前，一直先咧对这个会员那么呢，这个对甲六组呢看到讲会员已经约到伊，那么伊有可能嘛无退步的所在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咱自从伊我甲伊放伫这个石头的顶端，而且呢。那么伊就安尼念啦，伊就安尼讲啦，伊就安尼讲，处理表示可认真点，即种的医法，全新的医法，敢是用力有法度去甲伊制定，会当去甲制定，所以讲呢，伊只有是安尼讲，伊就走去理迄个，即个大镜头的后壁，就是讲伊即个。杂草的内底啦那么讲即片大石头的后壁，那么伊就理调咧。即个会员咧，伊到的时阵，伊就想讲，安尼迄个头破铁的武笔处，直来全部废工，因为安怎讲拄好放伫咧大石头的所在，所以讲咧，伊就要去家己刻，但是咧，我甲你讲，刻多不多，刻袂行。摕去叮当就对，伊想讲即声稳的毋知影讲即个医法，是一种，咱来甲想应该嘛是足重的物件，但是为虾米放伫遐，伊无法度通甲摕去叮当，甲摕去叮当，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伊就无法度无法度要安怎？只有呢，伊就来呼唤行者，我为法来不为伊来啦，我是为法来，所以讲者呢，其实即个会员呢，应该伊嘛会当去体会啦，应该就是以着即个医法呢，来作为传承的信物，医治我，就是也叫心应大法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咱大家呢，去进一步呢来甲伊了解那么呢，无着伊甲你讲，淡薄细内伊无啦，转变心意用功夫，也是讲这心应大法，心应心。如果你的心，你的意境，智慧无够了解迄种的境界，你又搁要安怎会当去了悟？那么呢，做事大德伊所具有的这个心灵大法，咱无法度去甲伊体会，咱无法度去甲体会那么呢，你讲要用讲的，搁袂当讲出一个所以然。咱咧讲道看会得，道看袂得。所以讲咧，咱去道人的时候，来求道足好，道足好，你敢要摕我看？免咱摕其实伫咱的面前拢是道。有咱搁袂相信，敢是安尼？因为安尼讲咧，伫迄个清净经甲咱讲，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利我；大道无形，中用万物嘛。所有一切咱看会到、袂到的物件，拢总是道的心化。所以若无即个道，就有互咱看会到、甲看袂到的物件，毋有咱看袂到，体会袂到了解即种的意境。所以咱讲，咱拢咧看有诶，那么无诶物件，有可能呢，你着家己破译，但是伊诶真实性，咱讲实相是无相，可是无看袂到诶物件，但是真正诶物件，即种诶呢，就毋是简单诶人有法度去甲体会，
所以讲咧，伫这所在，但无说来伊无转变心意用心意用功夫，哦，那伫这个所在，他拄仔讲过，哦，伫咱这个佛祖咧，哦，那么咧世尊伊要传授了的这个心法，3000弟子的当中，只有敢若倚石尊者，伊会当体会，伊破眼微笑，那么伫遐莲花微笑。莲花微笑，世尊也无论伫每一面前晃动，莲花微笑，伊敢有特别做啥物动作，互倚石尊者？敢有任何甲教？应该无嘛？敢有？无啦吼。那么咧，也就是讲，咱比一个咧，伫读册时阵，有读册较厚较含慢咧，哦。那么老师平平安尼咧教，有的人体会较好，有的人体会较歹。那无法就是迄个体会较歹个咧，哦，所以我是咧读册咧，读过册啊，哦，迄是无法度，哦，就是去安尼人去度一张毕业证书咧，但是即个社会要度一张毕业证书，头先叫袂使咧，所以讲度一张毕业证书咧尔，哦，实际无迄个内在嘛，哦，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咱的意境，哦，咱的意境无法度要。即个世尊伊的心境共款，你无法度心应大法，你袂得。袂手举菩提玫瑰，大家伫遐奇怪，世尊就讲要讲经说法，哪会干手举菩提玫瑰，到底是咧用啥？答问号。但是假设尊者伊会当破眼微笑，哦，当然这就是伊有去体会，所以咱世尊大概印证我有见法安怎，哦。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咧，咱会当去甲体会，当然咧，就还是讲，咱有即种意境咧，咱才有法度去甲伊体会着，那么咧，伫遮甲因讲以为性体，以法，只为是一个性体出现尔啦，伊毋是伊的实际，毋是你去得到依法，就是得到伊的实际啦。伊的实际是其实是心应大法，毋是依法。但是这个依法就是拄仔讲过，就是讲，但无做主为着要处事，安尼就讲五祖有得到四祖，伊的这个依法回来，因为你出去的时阵，人讲我就是第五代祖，要安怎看，就看着依法为主，所以讲咧，这就是要以这个来作为性体。那么为什么以着这个做性体？因为未信而生，就是讲人拢无法度相信。我来甲伊讲有啦，我就得到五祖的身法，得到四祖的身法，看袂到啊，无人要信啊，对吧？所以讲成传承。所以讲这是一个性体，这毋是真正修行学道。那么咧，以祖师大德传承真正的物件。所以讲咧，法依心应心，毋过咧，伫法来讲咧，心应大法，因为看袂到，你阁无法度相信，你阁无法度相信。所以讲咧，唯有就是依着即个依法，依着即个依法。那么咧，即个性体，那因为咧，伫即个六祖得到即个五祖的即个依法了后，咱头拄仔看到，就是有数百人咧，要安怎咧约伊，要注重即个依法来夺倒转来，那么咧要得到即个，要甲伊学会了着即个依法，嘛有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敢有可能？敢有可能？嘛有啦比一个咧，因为大家起无明啦，有可能我若有互你，凡是你对我伤害，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咧，五祖甲六祖讲只有即个性体咧，依法只有传甲你尔，只你袂传，以后你就毋能够传即种，因为即种咧会伤害着你的生命，所以讲咧，你的生命犹如现死啦，所以讲咧，只你袂传，感觉以后咧就无即个依法的传承，就无依法的传承，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咧，就是讲依心，应心，依心应心，那么咧，即个自古。无不依凡本体，当然咧，这是单经内底就甲咱讲啦吼。那么咧，
自古夫妇为还本体，就是咧讲咱的根本自性，根本自性。所以讲咧，咱逐个人有一个自性，有的人第一讲看袂到的，唔相信，咱有一个灵魂，咱有一个神，咱有一个鬼，因为这看袂到，无人会相信。但是毋过即种的物件，伊阁是存在的。咱讲人死，灵性是过身尔嘛。咱的佛性是过身尔，伊灵性不死啊。所以讲咧，为了着即个灵性，要互伊当落叶归根，那么咧，唯有就是你爱伫在世的时阵，你有法度去体会会得，讲事实有即个物件。有即个物件了后，你才有法度通珍惜。若无咧讲死就煞。所以咱来甲想，为虾米咧？有的人做恶，因为伊要认为咱人咧做善有善报，做恶有恶报。伊无去相信了着因缘果报，伊无相信讲咱人阁有轮回生死，想讲人死就拢无去啊。所以讲伫即个当中咧，伊才会一错再错，一直会做唔对。那么呢，你若有去了解，咱讲菩萨行因，凡夫行果嘛。像咱有咧修学道，咱会当去了解了因缘果报的即个因缘。所以讲呢，嘛肯定咱每一个人有即个佛性。所以讲呢，咱拢会当守住着咱的本分，甚至要甲无好的慢慢甲收起，倒转来。这个是咱有修行有学道啊。所以伫这个所在呢，咱一直咧做感恩。真正咧，咱足有迄个福报咧，所以讲咧，咱才会当讲，经常伫即个道场内底，会当写小讲办法，就咧讲把握着即个时间，会当来，即个啥咧，来成功了解，那当然咧，伫即个所在，嘛就是讲要会当推广了着咱的本性，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讲着咱根本的自性，但是伫即个所在不入文理教我表法。不立文字，不立文字。那么用你这个本体，咱来讲实相、无相、实相、空相，你是要安怎去用讲的？要凭着你的智慧，有法度去体会。亲像讲伫咱六祖拜五祖的时阵，五祖甲讲你是南蛮的人，玉空而做。你是一个凡人，你有法度做不大？但是六祖甲讲人有南北自性，无分南北啊。和尚心意甲了心不同，但是自性有何差别？而且伊都有见性，而且应该有见性啊，伊有肯定啊。即种物件咱讲，敢袂当用讲的，用画、用笔的、用写都可以。所以讲咧，讲言语道观嘛，用讲的咧，愈讲会愈易愈易。所以讲咧，自古要会当真正咧，会当承受了着伊本体，那唯有就是讲是因伊有教，你才会当真正去体会。事事必有本心，也就是讲规团一心，也就是咱所讲的，也就是讲无二法，无二法。那么咧，唯有这就是咱本性良心，也就是咱的佛性，也就是咱的佛性。所以讲咧，伫过去祖师大德咧，伊所秘密所传承的，那么为了着，那么伊的真实性，那唯有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法。所传的拢总是相像，所以咱今日得着民俗一致，由过去祖师大德所得的有共款，敢有？有啦，一样的。咱毋通甲否认毋通想讲这苹果遮尔济这假假的，这个苹果是真的假的？真的啦所以讲咧，咱今日得到倒，毋好想，得到遮简单，话就是安尼咱要去度人来得到话人讲，遐简单就得到啦。得到了，讲就会当超生了事。都是永远达不到，因为咱讲正是一个普渡期。普渡期所得的，就是叫过去单传教授所得的，是应无。只是呢，咱初得到道的时阵，咱无法度去甲伊体会，所以讲呢，咱伫遮有法度甲伊肯定。
啊，啲拢是小车，只要若是会当脚踏实地、真守实力，个个都可以成就的，个个都可以成就的。哦，啊，所以讲呢，其实咱个讲咧，今日有修道修道的人，哦，本来就很多条无共款，就会有不一样。哦，这是伫阴阳眼内底的人呢，伊所去看到的，就是不一样。哦，啊，所以讲呢，咱会当好好啦吼，会当立言啦吼，啊会当好好修持，安尼呢，咱未来呢，哦，较会当，哦，较会当达到圆满吼。佮再来讲飞灵虽出，哦，那么这盘者凶，是盘坐时上的哦。盘坐。盘坐啦，盘坐书上，再看一下呢，啊，伫这个所在呢，盘坐遮吼，应该是盘坐吼，毋是坐盘时上吼。盘盘坐这个就像飞灵作例文，妄行者为我说法，飞灵文，立地为法以来，可辨识诸言，物性一量，我为你说明，永久。飞灵文，不殊邪不殊恶，性故马是，那得是平常之本来面目。飞灵言下大我，福文福文上来别己别意外，环境有别意吼。飞灵文，故你说者，即非必然。逆欲反教，必在人间。灵或非灵，虽在黄梅，是为性自己面目。今无之事，如临饮水，冷暖自知。今贤者，即非灵思养。非灵或入略入略如是。我无入道书黄梅，先诸火亮，先诸火亮。那么呢，就是讲伫这所在这个飞灵呢，伊个讲嘛伊是为法来，毋是为着这个依法来的啊。所以讲呢，伫这所在飞灵听着安尼了后，伊就出来，盘坐在这个石头的顶端。那么飞灵呢，就来向伊行呢，向伊行呢。那么呢，妄行者为我说法啦，也就是讲，希望咱六祖呢，会当为伊来开示说法，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飞灵文，立地为法以来，可辨识诸言，佛性一量啦吼。那你当然呢，是为法以来，毋是为依法。所以讲呢，你要当得到这个为得到这个法，那么呢，你必定着爱辨识诸言。就讲你伫你的心中内底，你着袂当讲佫有了着一寡杂思杂念就对啦，袂当有杂思杂念，所以毋当家讲袂生一念，毋通佫想好，佫想歹，也是讲你一定爱保持了着你的清净。你当有法度人真正客气，当有法度客气了着即个道理就对。所以讲我为你说法，我来为你说法。那么伫这个所在永久，也就是讲呢，这个飞灵，那么伊为着约这个六祖嘛，那么呢为着要约着这个六祖，家己摕倒转来了解这个啥呢？这个法，所以讲呢，会使讲心上上下下，除了讲伊安尼，安尼心酷重啦，安尼重病的医治外，伊的心，那么呢，伊就是安那，要赶紧会当来摕倒转来了解这个依法。所以讲伊的心的上上下下，所以非常的杂思杂念，所以讲呢，
六祖呢叫伊爱珍惜资源，所以讲伊就伫遐静坐，保持要互伊的心呢会当静会落来，所以讲长久，就讲坐伫遐一段时间就对啦，那么伫即个所在呢，慧莲伊看着讲，就已经看着伊的心静会落来啊，而且呢，慧莲才为伊说法，那么不思善不思恶，正悟马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的幸福啊？慧莲言下大悟，也就是讲你不思善不思恶，那么伫你不思善不思恶，伫当下内底伊清净的当下，就是不起一念嘛。你无不思善不思恶，就是讲你袂去起一念，你无起一念，因为你起一念就有对待啦，就有无清净啊，就有无清净啊。所以讲呢，伫你不思善不思恶，伫迄个当下内底，也是讲咱人讲伊去无事小新鲜嘛，咱各位前面，你若讲你伫当下内底，你感觉讲今仔日太平常时感觉足坏，但是今仔日讲无代志。嘛无啥物通互你去用头壳的，伫迄个当下，你会感觉讲足快活咧，敢会感觉足快活啦啊无，但是平常时安尼，杂事足济啦，无论好诶代志、歹诶代志都若无用，就袂伤你。若用坐落来就好诶歹诶去伤你。尤其是上好都无要紧啦若上歹其实家己嘛足艰苦诶对啦。咱讲用无好诶物件来惩罚自己嘛，家己就起了真济邪思妄想，会使讲就无本来去做个清净。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叫慧莲不思善不思恶，正悟马时，伫迄个当下内底，迄种诶悠闲清净，悠闲清净，伫迄个当下。正是你平常做本来的幸福。因为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嘛，所以讲伫迄个当下呢，你就起了着一种的清净的心，迄个当下就是你流到你本来幸福的时阵，迄个呢就是你真正本来幸福，也就是你本来的即个自性分。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慧莲言下大悟啦。听到六祖安尼甲伊讲了后呢，伊言下大悟，言下大悟。所以讲呢，即个分文上来必意必以外，那么伫即个所在呢，慧莲伊会感觉讲伊敢若甲伊讲不思善不思恶嘛，毋过慧莲伊敢有体会着，伊言下大悟是代表伊有体会着。六祖甲伊讲，即句的当下，伊有去见性，所以讲呢，伊就伫遐甲问上来必意以外，敢搁有较别的？因为咱讲的即个必意也就是讲不能说，后人安尼讲毋是不能说，是因为你不知道，敢是安尼？是因为你毋知，你无法度讲啦。但是嘛，有人甲解说讲这袂使讲，请问若会使讲，伊敢知？敢知？毋知。除非伊就是受了祖师大德甲你正道的人，你才知。咱今仔有求着道，若讲着无有正法讲座，咱敢知影咧讲啥？敢知？咱就随知影嘛。但是若无求着道的人，伊敢知影咧讲啥？就毋知啊嘛，就毋知啊。所以讲呢，就是讲，咱听着即句也是讲，咱已经有开悟、有体会啊。所以讲呢，咱会非常的理解，咱会听着讲师咧讲的时阵，咱会感觉讲即个会心的微笑，就是咧讲迄个，咱心里就有负案，就有一个底。那么呢，无求着道的呢，非常的茫然。为什么无有正法会难做？是咧讲啥物意思？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伊就无法度能体会得出来。所以讲，咱有求道甲无求道呢，伫即个所在呢，
咱会当去家己体会，伊的思想较可贵。那么伫这个所在呢，这个慧能的言下大悟，伊有去体会，这个比义别义，因为逐组嘛是家己讲不殊先不殊后的，伊敢有特别啥物物件哦？敢有特别甲交代啥？无嘛。但是慧能伊会体会会得，嘛代表讲伊嘛有迄种的地位啦。所以讲呢，伊搁咧问讲，敢有搁较别的啊？敢有搁较别的？慧能咧甲伊讲有你说者，即非必也，会当讲的就是你啦。会当讲的是你啦。你若反教，必在你边。必在你边就是讲，不殊先不殊后。那么不殊先不殊后，也就是讲慧能呢，伊大心，那么呢起一念的心，就是要抢到这个衣钵。伊起的心念是好来歹？好来歹？歹。但是伊伫遐要摕迄个物件，摕袂简单。即只轻的物件，我是四品将军呢，我无法度甲摕会简单。其实慧能伊就知影，因为伊是原来是一个和尚，原来是一个修行的人，伊就知影伊起一个恶业，无透迄个物件摕会简单。所以讲伊就起一个恶业，要决定即种的疑惑。所以伫迄个当下，伊毋正搁回心转意体会伊的毋对。所以伊当过会当讲甲行者讲，我是为法而来，我毋是为伊而来。咱来甲想，伊搁转即个念的时阵，嘛是安那，嘛是心内起一个善的念。内心是起着要笑的念、恶的念。即摆来为着法，要来请教了解即个六祖，变成是善的心嘛，善的念嘛。那么善的恶的念嘛是，伊起一个念了后，就是伫伊的行为流露，伊赶紧要甲伊抢落转来。那么这个心念是善的，当然伊请教行者甲伊行咧。所以伫这不殊先不殊后，也就是甲伊讲，甲慧能讲，伫你起伫恶念，甲起善念，会起恶念甲善念。迄个啥呢？迄个原动力对对来啦。我正比例安尼咱敢听，就是讲我会想着好，去想着歹，我太会想着好，太会想着歹，是我这个身躯，你看会到这个身躯咧想，还是对一个咧想咧讲？我的身躯若无灵性，我的身躯敢有作用？无嘛所以讲呢，我会起迄个好念甲歹念，就是内底迄个咱知无？正讲爱敢听，体会会到啊嘛就是迄个主宰者。所以讲呢，伊甲伊讲你在你边，你若反照来讲，叫伊去想看，你起一个善念甲恶念，会起善念甲恶念的迄个，就是。在你边伫你的心上，所以讲呢，慧能实在因为这是迄个慧能搁讲因为伊体会着啦，所以讲呢，慧能伊就讲咱平平拢伫迄个黄梅祖师的座下啦，做伊的徒弟啦但是伊伫迄个时阵是被圣主意引导，伊阵也体会袂着，体会袂着，但是正六祖安尼甲伊讲了后。金梦之时，如人的饮水饮愿如伊体会着。这杯水烧来顶的，我咧啉的是，我知影你敢知？唔知嘛？敢是安尼？外烧外啉，你敢知？唔知。我啉的人敢知。所以讲伫这个当中呢，就是我的知觉，我有这个知觉，知影体会会着。所以，干那我知影来恁唔知。那么呢，就是讲亲像了着莲花微笑，拄好干那倚石尊者伊笑会出来，因为伊体会着。
春诶毋知答问号，就是永远哦，如人饮水，永远如滴嘛。哦，真好势比安尼听有无？哦，所以讲呢，隐行者即慧能使也，就是讲哦，今仔日的行者，就是讲哦，即个六祖咧，你敢是慧能的老师，因为是即个慧能甲伊讲了后，伊当言下大悟，当体会到的咯。哦，拜五祖的门下是还袂哦。哦，毋过呢，慧能甲伊讲，你若哦如是，我以你当初无为啦，哦，拢是共款拜五祖为师。啊，咱未来呢，一定爱先自护咧，好好甲伊护持，佮甲伊弘扬啦。哦，你已经得到啊，啊，你要安怎注重即个正哦，即个啥呢？正法，要安怎甲伊传承，要安怎甲伊传承？哦，这就是迄个哦，六祖咧，佮甲慧能讲啊，哦。那么呢，也就是直接讲呢，不殊先不虚哦，进入马时，哪个是平常者本来的面目？哦，就是拄仔咧讲的嘛，伊是咧甲慧能，哦，伊是咧甲慧能讲，哦，不在永断外上的善恶，就是讲，哦，无伫起善甲恶，哦，的迄个当下。以迄种的清净心境伫对一个，心境伫对一个。